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嚟到 Lab Channel 足創神 New Era 嘅世界盃2026嘅賽事前瞻啊！嚟到今日去錄到 F 組，即係日本荷蘭嗰組。錄之前呢，其實我都晏咗錄嘅。咁我錄嘅時間就啱啱打完瑞士澳洲，爆到七彩啦！固然之啱啱第一輪呢個賽日，但係真係好大個教訓冚咗自己兩巴，即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好彩喺做緊前瞻錄緊嘅時候，都已經有呢個教訓，都可以後邊調整下。因為好老實，你話瑞士強唔強，土耳其強唔強？我諗有睇場波嘅朋友都理解。尤其是瑞士嗰場全場撳住卡塔爾打，用住個波嚟用，入咗一球，點樣龜縮，點樣不思進取，最嬲尾俾人輸翻一球，想贏，咁樣跌咗2分。土耳其呢，仲戇居。你瑞士咧都已經係戇居埋呢一份嘅，明明又係有文森比又唔出，咁下半場先至出。你睇下人哋澳洲擺伊蘭古達落去，使乜諗啫？咪入嚟咯！有新人，有好有熱有拼勁嘅球員，有心踢嘅球員，有心有力嘅球員，點解唔落啊？我落啲老嘢嚟做乜 Q 啊？喂，最無聊就真係土耳其。黐線，你擺艾圖古魯打直先做乜鬼嘢啊？即係我啱啱做 preview 嗰度有烏森啦，有丹尼斯古爾啦，你唔用喎、你去到85分鐘輸緊波先換丹尼斯古爾，你做乜鬼啊？你換個喺國家隊入球率咁低嘅艾圖古魯喺度打咗幾乎全場，入唔到波，撳住打真係我完全理解唔到土耳其做乜。跟住世豪同我講咗一句。第一輪啫，你攞3分，第3名都夠出線啦，咪做下世界先咯。真係我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即係佢又補充多句，上屆阿根廷夠係輸完第一場攞冠軍啦，又真係只能夠講一句，喂，搞乜嘢啊？呢啲咁嘅教練真係垃圾到簡直難以置信，即係明明一手好牌都可以打爛嘅，所以呢，真係。都冇得搞，我話你聽啦，有啲地方啲球員啊，即係唔到你唔信，個腦唔係球技有問題，係個腦有問題。呢啲同民族性好有關啊！我成日都話咧，即係正如我今季喺早排同大家講過，有一日講過就話，啲左膠踢波咧係會特別有問題，因為佢哋個腦咧唔係正常嘅邏輯運作。佢哋會覺得，喂，我入咗一球波，我使乜咁辛苦啫？或者我唔需要大炒對面啦，呢個係一個道義問題。你有病啊！呢啲真係直情係根本就係呢個腦有病啊，係啊。咁你踢波梗係進取主動，永遠都係主動。有乜嘢運動係唔可以主動係可以贏到啊？我真係揾唔到咧，老實講所以就算你防守，你都可以主動嘅防守，主動喺前面做逼搶即係好多嘢都可以主動去做，呢啲主動去做就永遠都唔會錯噶啦你乜嘢都被動係死梗嘅，係啊，即係呢個係好肯定啊呢樣嘢。個問題就係、喂咁冇辦法啦，你啲東歐球隊一啲可能係來自非洲嘅球隊，咁好似一啲北歐嘅球隊養尊處優啲人嘅思想。咁你去到一啲東歐嘅球隊，又可能錢大過天嘅，我哋真係有時你都唔好意外，點解咁多年以嚟咧，呢啲球隊個發揮都係唔穩定有啲 common 嘅原因喺度，民族性係一個好大嘅最主要因素。所以咧，即係以後咧，再揀呢啲咁嘅世界盃嘅球隊咧，即係就算佢幾好波都好啦都真係喺呢個方面咧，都真係要加翻啲元素，加翻少少呢個分數落去調整翻究竟嗰隊波嘅能力。即係我自己早2日都有講噶啦，啲東歐波都係唔好睇咁高。佢哋俾人睇低嘅時候都還好，睇高嘅時候真係唔好掂。喺波斯尼亞嗰場俾人睇低開下盤，但係哇，當你瑞士呢啲雖然唔話東歐波，啲北歐波都係咁上下啦，啲北歐波都係保守到癲嘅，即係點可能對住卡塔爾贏1-0真係縮。即係呢個即係點講都講唔通。好啦，點都好啦，講下 F 組啦。F 組咧其實咧同尋日錄德國嗰組咧都異曲同工，冇咩講。因為呢組咧又同德國嗰組有啲唔同嘅原因。德國嗰組就出線嘅形勢好明顯嘅。
就睇下德國同個象牙海岸以外嘅厄瓜多爾可唔可以喺古拉索身上攞3分，攞到嘅話咧，其實3隊一齊出線機會都好高。咁啊 F 組咧，你話係咪一定3隊出到線咧？我覺得 F 組有個好特性嘅就係咩？好多和波。嗱，我講咗先啊，話説在前，費事話我俾人話我馬後炮。呢組波咧係和波機率，好多場都好似好難去贏到大家。嗱，首先咧，F 組可能係今屆12組別入邊咧，實力最平均嘅一組。若如突尼西亞，其實係咪真係咁弱咧？嗱，睇翻佢哋成隊波嘅組軍啦，固然之亦都冇乜升級球員，咁但係出外揾食嘅都唔少啊。咁你一隊防守球員啊，艾迪啊同埋泰比啊，都係打緊尼斯羅連安特法甲嘅球隊啦。咁另外就華拉里啦，亦都係打緊呢個石洲三啦。咁前面咧就當然比較出名嘅打緊搬嚟嘅米字比啦，同埋呢個嘅沙希利啦，打緊法蘭克福。咁你話聲味又唔係好夠啊。咁但係頭先講嗰啲球員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共通點嘅，都係佢哋自己球隊嘅啲綠葉啦。即係好拼勁、好強啊，好肯走動啊，好容易肯補位啊，好 teamwork 嘅球員啊，所以你睇翻突尼西亞咧，其實佢有冇啲咩特色啊？冇乜特色嘅啊，即係佢哋對住啲好強嘅球隊真係會俾人炒嘅。咁但係如果對啲唔係強佢哋好多，甚至同佢哋同級嘅球隊咧，你要贏佢係好難啊，因為佢實縮後同你打嘅。你睇翻佢哋喺非洲國家杯外圍賽，唔係非洲區外圍賽、世界盃、非洲區外圍賽，其實佢哋嘅贏波率好高。total 攞咗28分，贏9場波。咁個問題就係咁勁，係咪有你睇低佢哋啊？咁啊睇翻對手啊，咁你啲對手只係利比利亞、赤道幾內亞納米比亞，有一隊咧，我淨係要 Google 先揾到個名嘅，嗰隊波咧就叫聖多美普林西比爭啲讀錯，好似馬會咧冇咁長嘅個名，好似馬會咧就係譯聖多美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咁但係點都好啦。真係你如果對住啲咁嘅對手，好多時都可能一球起兩球止。咁你睇翻佢啲熱身賽，對住嗰啲比利時啊，對住嗰啲呢個等等啦即係但嗰啲都係失波好多咁絕對唔係話因為一隊防守好好嘅球隊係一隊好肯去防守嘅球隊啫，兩件事嚟嘅。即係可能你甩咗個位，我幫你補；你甩咗，我又幫你追多步。大家去幫手，個協作性好強嘅一隊球隊喺防守上面。咁但係如果遇着一啲即係喺進攻上面好有質素啊，譬如呢個比利時啊，或者喺上年嘅6月對住摩洛哥啊呢啲咁稍為有質素嘅球隊，佢哋都應該係完全冇得打嘅。咁但係咧又咁講啊，即係雖然話佢哋都唔係好叻，咁但係你又睇翻。同組又叻得去邊呢？名氣大就固然係荷蘭啦。咁但係同組另外嗰2隊嘅日本同埋瑞典都唔係主攻出名啊，係嘛？即係尤其是瑞典咁，你即係咁多年以嚟都係比較保守嘅踢法啦。固然有好多前鋒咁但係好多球隊而家有好多前鋒，甚至好多叻嘅前鋒都寧願縮9個10個喺後邊唔進攻啊嘛，贏1-0要縮噶嘛。咁咪賴嘢咯，咁好冇嘢嘅。咁呢啲有時失咗分第一場、第二場你焗住要贏嘅，咁可能有啲唔同嘅睇法嘅。但係點都好啦，突尼西亞喺呢組入邊咧，算係全組比較弱啲嘅隊，但係會唔會有一隊半隊波會令到佢失分呢？會令到1-2隊波失分呢？喂，卡塔爾都和到瑞士，冇可能發生啊！我聽真係。如果你講翻瑞典啦，哇，你就咁睇個陣，其實佢哋就真係唔簡單。如果你問我呢，我雖然喺第二場第二隊波已經講瑞典，但係又唔代表我對佢哋冇乜信心，因為我陣間呢組呢，我都會講一講個賽程，再釐定翻我估我自己心目中嘅小組首次名會係邊2隊。講翻呢個瑞典先啦，門將方面呢，就洛菲特啦，打緊 AIK 亞納嘅。另外呢，就門將唔係 AIK 馬亞納噏錯咗。AIK 係瑞典嘅球隊 AIK。另外咧就防線方面咧都係有啲名氣啦，艾石希恩啦，亞特蘭大嘅中堅啦。另外咧就連德洛夫啦，前曼聯中堅啦，古密神啦，列斯聯嘅後衞啦，艾基道啦，中堅位置啦。全部都係打一啲
有名有姓嘅球隊，而且都係正選嚟嘅。咁所以你對於佢哋嘅防線咧，甚至制空力我覺得唔使太過擔心。咁啊中場方面咧，會係俾佢哋短板嚟嘅。咁啊球隊方面咧，有一個20歲嘅球員就係今屆熱刺都上陣機會好多嘅比高維啦。咁啊佢喺中間都係工兵型啦，有少少腳法啦。咁但係如果講後上嘅埋門就唔好預佢啦，佢真係有時見佢好似攞住個波起腳都有啲論盡嘅。咁我自己就覺得佢個入球能力未至於好強嘅啫。咁但係除咗佢之外咧，其實成條中場線咧都冇乜話球員係好有一啲國際賽經驗，好有一啲大賽經驗。咁啊當中比較好啲，可能已經係中場嘅16號仔卡士唐㗎啦。咁啊，其餘咧就史雲貝治啊，同埋呢個比夏德臣啊，呢啲打基爾同埋禾夫斯堡嘅球員咧，喺自己球隊都唔算係稱得上一個好大、好絕對嘅主力啊。咁啊，反而咧就真係比較可以睇多少少咧，就係呢個耶辛艾雅利啦。咁啊，主要都係打緊呢個白禮頓啦。嗱，雖然喺白禮頓咧就上陣機會唔多，近嗰2季都係外借嘅身份去咗高雲地利城同埋布力般流浪。咁但係我諗佢就，因為大家知道白禮頓嗰個政策比較特別啲嘅。你年青球員買翻嚟就唔會識得用啦，浸下先啦，浸到差唔多咧就立你翻嚟咧，就可能佢突然間會突飛猛進啦。咁呢啲球員又係似嗰啲有波底好啊，有能力有技術啊，咁但係放養啊，擺咗出去玩陣先翻到嚟咧就可以獨當一面㗎啦，係似嗰啲嚟嘅。咁如果係真係咁樣咧，咁其實呢個艾亞利，即係呢個耶辛艾亞利都可以睇多啲㗎。咁啊前場都固然係呢個瑞典嘅強項啦，淨係鋪個前線嘅陣容出嚟都嚇死你啦！艾石克、艾蘭加、約基利斯咁仲有2個就算啦，搭單嘅啫。我相信就係呢個古斯達和尼爾遜同埋呢個艾利，咁淨係打嗰3個，喂呢隊波唔係唔踢4-3-3係嘛？有艾石克、艾蘭加、約基利斯唔踢4-3-3，喂你唔好講少啊！真係唔一定㗎，咁但係還好啊！呢個瑞典咧，即係大家以往俾大家嘅黑板印象就係，喂死手啦，贏一粒就手啦，唔贏一粒就手啦，咁幾時攻啊？唔知啊，你問個教練啦。好彩係炒咗個教練。由上年嘅11月開始咧，就換咗做邊個教練啊？博達好多人心目中博達就唔叻嘅。咁以往教完白禮頓教咗比較好嘅時間啦，換咗啦，後尾又過咗車仔啦，等等啦，一段短時間啦。但係如果大家要留意翻呢個教練咧，叻就真係講唔上噶啦，廢都唔到佢更加未到垃圾教練嘅級數。即係如果你用 A、B、C、D、E 去評個 grade 嘅話，佢點都有 B 到 C 之間嘅即係你話好渣，佢真係講唔上嘅，絕對有一個叫做有水準嘅教練啦。我哋用一個中文嘅講法啦，有水準嘅教練。咁呢個教練但係有個特性咧就幾好嘅，就係呢個教練係好肯去做一啲進攻嘅套路，好肯喺進攻上面鑽研一啲方法。咁你睇下好簡單嘅咋，瑞典以往點樣踢，我諗都唔使多講啦。上年嘅時間有4場世界盃外圍賽連敗4場，本來大好出線形勢斷送咗俾瑞士，咁搞到要打附加賽。咁其實嗰個時間就幾大鑊嘅。咁先和咗斯洛文尼亞，再輸俾呢個科索沃，輸俾科索沃真係夠大鑊。再2-0輸俾瑞士，再1-0再輸俾科索沃。連續3場波係火粒無收。好啦，咁炒教練啦。咁10月就換咗呢個博達。咁博達上任帶嘅第1場波其實都輸嘅，就11月15號打嘅對瑞士嘅比賽。咁但係你對瑞士輸就冇得好講啊。同埋嗰個 moment 其實瑞典係局攻，因為如果佢贏唔到瑞士，就一定係最多都係攞次名去打附加賽嘅啫。咁結果佢即係叫做進取得滯。咁你就俾瑞士咬下一粒，咁大敗一場，冇辦法啦。咁最後一場和斯洛文尼亞就能夠攞到第2名出線，算佢哋好彩㗎啦。好啦，但係你會睇到一樣嘢喎，自博達執教咗以嚟咧，呢隊瑞典係場場都有波入。起碼都貫徹翻博達嗰種叫做係咪有前冇後啊？食貢先啊！我哋叫食貢。好啦，去到呢個附加賽3-1就呢個烏克蘭，再3-2就係波蘭。咁老實講，嗰2隊波唔夠你瑞典呢個陣容打，合理嘅。咁你就睇翻去到近嗰2場熱身賽，咁3-1輸俾呢個挪威，同埋2-2和希臘，都係有波入。咁起碼一樣嘢咯，即係話俾你聽，佢換咗博達之後，喺個進攻上面起碼能夠發揮到嗰幾個蛋散嘅威力先啦。你見到即係前線入親波，唔係艾蘭加，仲有約基利斯，唔係約基利斯係尼爾遜，咁起碼都識入波先。所以擺咗喺呢組度咧，
反為可能對比之下咧比較主動啲嗰度會唔會就係瑞典喎？咁呢個都幾分離嘅呢樣嘢。咁主動啊永遠都有着數啦因為你起碼對住某啲可能弱少少嘅球隊，例如突尼西亞等，可能立到3分翻嚟先。咁如果你主動，亦都甚至有可能喺對住日本同荷蘭，會唔會入到波先射手啊？或者就算日本啊比較保守啲，調翻轉日本入咗你一球先，佢走去圍攻翻對方，追翻1-1，會唔會有4分啊？呢組有4分咪出到線咯。即係成件事好簡單嘅，我哋咁樣計就明嘅。好啦，如果你話瑞典喺呢組邊，其實喺個火力同埋嗰個進攻意識上面，可能係最強嗰隊咧。咁大家就可能會即刻未必應該係荷蘭啊，話係意識上係梗係荷蘭，咁但係陣間大家睇下荷蘭個陣先啦。睇完荷蘭個陣之前，我睇埋日本先啦。日本今年森保一繼續備受批評，但係國內嘅呼聲又好高，因為自2018年執教球隊以嚟，呢個教練其實帶嘅國家隊嘅成績其實喺個成績上面的確係越嚟越好嘅。但係日本因為其實又基於佢哋嘅球員特性關係，有冇需要打到咁保守？呢個都係咁多球迷同埋國內嘅一啲叫問號啦。其實點樣可以去令到對日本打得好睇啲啊？個整體性強啲，係咪用波方面會要用多啲啊？咁但係好明顯，而家自森保一上到嚟之後咧，但係佢係用一啲好實際嘅足球。我成日覺得森保一同一個人好似，就係阿迪達保守到癲，但係佢咪唔識攻咧？唔係，佢識攻，但係佢唔會立亂去攻。咁有某啲程度上係佢可能佢啱嘅，尤其是好似上屆世界盃咁打到淘汰賽階段，你見到日本呢個發揮好好。即係我成日都講啦，保守嘅教練，你個保守嗰一面啊，你唔可以分組賽攞出嚟，你分組賽攞夠分出線先，你攞咗分出線咧，你點樣守都冇人理你嘅。但係你去到淘汰賽階段保守啲唔緊要，因為大家都驚輸。但係你保守得嚟，你就要諗下究竟場波邊個 moment 你需要去搏一段。10分鐘又好，15分鐘又好，搏一粒出線，搏唔到繼續保守，冇問題。你起碼都要有一個時間去諗一諗，喺對方嘅弱點度吉一刀，吉唔到嗰刀，由佢翻轉頭再守過，呢個冇問題嘅。即係甚至去到阿仙奴打歐聯嗰場波咧，其實大部分時間阿迪達都做得啱嘅，係加時嗰臨尾嗰15分鐘，佢哋明知道對面巴黎聖日耳門已經腳軟㗎啦，都唔壓碎嗰下戇居嘅啫。但係日本你會見到上個世界盃又或者之前嘅一啲大賽，森保一喺某啲場合係識攻嘅。呢個我去改變翻佢，同埋森保一喺呢幾年帶領日本國家隊係有啲思想上嘅進步，但係冇改變，佢仍然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保守嘅垃圾教練。點解話都仍然話佢垃圾教練？因為既然你喺某啲情況下需要去進攻嘅話，有啲球員你係咪可以叫做都擺翻佢入嚟咧？喺而家人選上邊咧，其實比較奇怪啲。當然啦，首先唔好講前線嘅人選嘅一啲選擇先。喺中後場其實即係太多老將。首先遠藤航入選，跟住就退隊啦。咁究竟遠藤航唔選退隊？開頭大家都認為係因為應該選翻呢個吉田麻也入去做一個防中或者一個替補中堅嘅位置咧，結果就唔係喎。結果就選咗呢個後備補入，即係呢個補入嘅6號仔嘅呢個丁野修斗選到個前鋒入去。嚴格嚟講係一個邊鋒。好啦，你選邊鋒又點解唔擺翻三笘薰入去呢？點解唔可以三笘薰去做補選嗰個位呢？呢個係我諗唔單止你同我，可能全部日本球迷都唔明即係三笘薰你話去到。係咪唔好狀態唔好食咁去到季尾喺英超白禮頓，你要見到佢嗰個狀態慢慢提升咗好多。以嗰個狀態都入選唔到日本國家隊，咁我又覺得日本國家隊好多人都唔值得入選啫。咁偏偏咧，你會見到呢個森保一揀人咧係好着重經驗。首先後防長友佑都你見喺度，哇！真係噏得出長友佑都真係好恐怖。好啦，谷口彰吾34歲，長友佑都39歲，本身入選嘅遠藤航33歲，伊東純也33歲。喂，呢啲球員係主力嚟添啊，好恐怖啊！呢單嘢，我話得日本係咪冇新人用啊？絕對唔係啊！咁你話係咪真係有啲球員去好值得入選係值得入選過呢個三笘薰？咁你點樣去解釋呢個後勤啟泰嚴願見人呢啲
去入選，而佢嗰個位置上面係優先過3000分嘅咧，我又覺得唔合理嘅呢樣嘢啊，所以永遠咧阿森保一去揀人咧，都係充滿令啲球迷充滿好多疑問嘅。咁當然咧，即係日本個成績喺上屆世界盃都踢得唔錯，都入到淘汰階段啦。即係大家都覺得收貨，但係收貨還收貨，究竟大家都唔理解就係呢班波係咪有能力可以行多一步咧？咁但係姑勿論點都好啦，嗱佢哋嘅踢法就唔會點變嘅，都係有得用波就用波，但係唔會將條中場線同埋防線壓到好上啊，都係用一個可能大概喺對方禁區大概40碼至50碼嘅位置度去用波打橫用到個波爛為止啊，都未必會咁容易去做一個起個埋門嘅。咁面對住同組嘅可能比較爛打嘅突尼西亞啦，比較身形好嘅瑞典同埋荷蘭啦，我又睇唔到日本如果你用咗個波嚟猜，去到某啲階段係唔係一腳湯穿入去就能夠有機會入波呢？嗱，逆風方面我亦都唔替日本擔心嘅，反而因為雖然話冇咗呢個3000分，但係你淨係喺有邊個唐安律啊，有久保建英啊，有等等有左邊有伊東純也啊，呢啲其實都已經係能夠做到好大嘅威脅嘅。甚至阿森保一去揀呢個幾個球員嘅最大嘅因素就係咩呢？其實森保一係唔係咁中意啲上腳型嘅球員嘅？你見到佢中意啲走落個空位度嘅球員，所以就算去入到日本國家隊嘅正選陣容上面有一個球員就唔一定係正選嘅，就係久保建英睇下究竟嗰場波需要啲乜嘢嘅啫。大部分嘅時間森保一都係希望啲球員去走位，將個波擺落個位度去俾啲球員去做一啲cut back， 去做一啲喺禁區入邊嘅短嘅中距離傳送，就唔去立亂去吊啲高波入去。所以個情況就係日本可能要打到呢啲波，甚至打穿對面嘅防線嘅話呢，可能要費嘅功夫都唔係一般咁簡單。尤其喺呢組可能除咗荷蘭有機會同你去壓上少少之外，瑞典同埋突尼西亞就絕對唔會輕出嘅。咁換言之，你想去打落人哋將個波擺落人哋個背脊度，但係人哋可能堆咗9個人喺個禁區度嘅時間，你又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呢？所以點解我話呢組入邊會出現好多和波就係咁解，因為你日本、瑞典、突尼西亞雖然大家嘅踢法同風格都唔同，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字，圍繞住一個字穩，唔係守係穩先穩，咁先穩就要先求守有啲球隊又唔係嘅，先要穩就用住個波，但係呢3隊波都肯定係求穩，就未必一定要用波所以你話譬如呢3隊波，我哋撇除荷蘭，係咪真係各自都有贏波把握呢？我睇就冇嘅。去到荷蘭，有啲朋友直情問：喂，可唔可以買荷蘭冠軍？荷蘭憑乜嘢攞冠軍？我真係好想問。淨係你望完個出場陣容，你見到或者個正選名單有域何斯喺度，你嚇死你啦！喂，大佬，你域何斯打完上屆世界盃，大家都諗住佢收得工㗎啦。佢竟然仲可以入選，佢仲可以入選呢，唔係好事嚟嘅。唔好忘記荷蘭個領隊可能係呢組入邊咁多個領隊入邊最好嗰個叫拿高士文㗎啦，唔係叫朗奴高文㗎啦。朗奴高文肯定係一個好進取嘅教練啦，呢個唔使講啦。咁佢一個咁進取嘅教練，佢一定喺進攻球員嗰個要求係好高，咁都仲係選緊域何斯，證明真係冇得揀咯喺中鋒位。咁域何斯都算啦，轉咗去哥連泰斯嘅迪比都入選嗰個先過癮喎。好啦，撇除嗰2個，你睇下球隊入邊朗治加普當爺馬倫布洛比，除咗布洛比喺個正中9號位可以叫習慣啲之外，去到入選唔多嘅韋斯咸嘅翼鋒森馬維。喂，全部都翼嚟嘅，即係其實話俾你聽呢隊波呢，如果域何斯喺中間交唔到嘢呢，你都唔使指入波。當然我成日都講啦，我都講咁多年波話迪比打中間好嘅，迪比打中間好嘅。咁但係迪比會打中間先得㗎。佢見到域何斯喺中間，佢自己係走咗去左邊右邊嗰度邊用攞波成日諗住過人又唔知自己慢即係嗰啲咁嘅情況就會經常出現㗎啦。所以呢隊波呢，你問我荷蘭今年，真係
會唔會啲入波重責根本就唔係喺個前鋒度呢？喂，大佬，你淨係同你講話迪比域荷斯加普同埋呢個當爺馬倫要包辦咗成個荷蘭隊入波，講出嚟你都笑出嚟啦，係咪啊？咁啊，中場方面呢，其實呢可能會係荷蘭比較強啲嘅地方啦。咁除咗有曼城嘅列積達斯啦，有呢個高文拿斯呢兩個叫中場都算全能嘅球員之外呢，咁你再加埋有巴塞、法蘭基迪莊燉住個叫做用波嘅 holding midfielder 位，再加埋加維蘭貝治，中場係硬淨嘅，只能夠中場係唔錯嘅有用波能力、有突破能力、有制空能力、有呢個分波能力都 OK。咁但係邊個打10號位呢？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地方。本身呢，法蘭基迪莊未俾人改造之前呢，其實可以褪上半格打10號位嘅。甚至以往打亞積士嘅加維納貝治都可以打個偏左嘅側擊位置，褪上半格都得嘅。咁但係大家喺自家球會就亦都唔係咁習慣打呢個進攻中場嘅位置，好似個個都好似偏中重用波或者防守多啲喎。咁會唔會又俾唔到好多一啲致命嘅機會前線呢？咁睇下後防啦。咁你側擊又唔使驚嘅，起碼有左邊嘅雲達芬，右邊嘅杜姆菲斯。咁如果打3中堅嘅話，雲迪克搭埋雲達芬搭住尼東亞基亦得，咁變咗個變化都大。中後場又冇乜嘢嘅，門將繼續都係有經驗嘅呢個法拉根或者雲布根啦，咁法拉肯啦，即係呢個利華古遜嘅門將，正選機會大少少嘅。咁你睇翻個陣，其實老實講啊，同2年前嘅歐國杯同埋呢個4年前嘅世界盃，個分別真係好細嘅啫。即係尤其是啲主力位置，雲迪克啊、迪莊啊、何斯迪比啊呢啲，你4年前撳翻出嚟個維基可能都一樣嘅，都係嗰啲人嚟嘅。咁變咗嚟講，就係唔係真係面對住3隊都幾重視防守嘅球隊，荷蘭又可以打到予取予攜呢？我直情覺得荷蘭如果唔小心壓得太上呢，係有啲機會俾譬如日本、瑞典呢啲1-2個反擊隊你幾球，一啲都唔出奇。咁其實當然你羅羅高文自己都知自己事啦，即係前面呢啲中前場個視歌能力又唔係咁高，咁會唔會叫個別1-2個中場壓上少少啊？都唔係咁容易做到，所以點解話呢組會唔會就雖然話一面倒熱門就係荷蘭，咁但係荷蘭對住其餘嗰3隊，大家諗下個踢法個交鋒對陣交鋒上面，你又真係冇一隊波可能對住突尼西亞會可能會舒服啲啦，但係對住瑞典同日本一定會踢得好辛苦，所以話呢組呢，其實呢好平均，同埋荷蘭都算係其中一隊今屆呢喺有強隊嘅名氣，但冇強隊嘅實力嘅球隊，所以呢組呢係超級平均絕對唔可以亂嚟。咁反而呢個勝負關鍵呢，多和波還多和波，係咪臨尾埋單4隊3分我唔知，但係呢，睇翻個賽程就好重要啦。首先第一場荷蘭對日本，日本呢對荷蘭呢，你見到咁多今屆嘅歐洲球隊，第一場就落筆打3斤，有2個原因。第一就真係個天氣啦，第二呢就好大原因就因為佢準備得唔夠好啦，即係個精神面貌上可能都未入局啊，我哋叫。咁但係日本仔呢，有樣嘢，呢樣嘢就好好嘅，日本仔紀律性好強嘅，佢哋只要打大賽呢，佢咩運動都係嘅，一踩落個場度佢哋就真係冇事到即刻精神晒嘅。所以我估計呢場波日本對荷蘭呢，即係其實聽朝啦當然日本可能稍微睇低啦，但係我就肯定係支持日本嘅。我覺得日本呢場波至少唔輸。咁至少呢，就另外呢，就瑞典對突尼西亞呢，我覺得就當然瑞典你肯去壓上前面攻，對住突尼西亞你揸住嗰3個前鋒就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啲北歐球隊算把啦，我都輸到驚啦就嚟。雖然我真係第一 round 買好細，但係有時真係睇到真係笑出嚟嘅。你只能夠希望佢贏一粒，縮又唔好失啦即係我覺得入波先就冇問題嘅。又或者調翻轉頭，你俾突尼西亞，如果你睇住得 live，我見到突尼西亞波先，你咪買住角球咯。即係今日其實我睇土耳其我都係咁樣執翻少少嘅咋。咁另外第2 round 啦，咁就荷蘭對瑞典當瑞典第一場贏到，又當荷蘭第一場失分。咁其實呢場波荷蘭對瑞典呢，就 at least 都唔可以輸咁所以呢場波又係喺瑞典角度，佢哋有3分喺手。對住對佢哋覺得比自己強嘅荷蘭，又係大家可能會令到場波好慢節奏
好慢啊，大家都咬唔入啊，就機會又好大。咁日本第二場對住突尼西亞，我就覺得贏面高嘅呢場波日本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呢，如果日本第一場對住荷蘭攞到分，一分又好，三分又好，第二場贏突尼西亞，尾嗰場呢，因為佢哋已經揸住4分對住瑞典呢，佢哋好有可能唔使贏都夠出線。咁至於有冇首名呢，就好睇荷蘭最嬲尾嗰場對住突尼西亞，同埋荷蘭第二場對住瑞典攞唔攞分。估計呢個對碰呢6場對碰上面呢，突尼西亞會輸2場，但係輸邊2場我都唔係好咁寫包單。咁但係可能最終可能會係2隊5分，就1隊4分咁樣去出線嘅呢組。咁睇下會唔會就係咁簡單咁如果係嘅話呢，其實基本上當然一出局嗰度好大機會都係突尼西亞啦，整體能力上都弱啲。咁但係會唔會又有個別1-2隊球隊突然間踢到好保守，跟住又會令到嗰個戰局係好大變化呢？嗱，實際上呢組上邊呢，原先我哋估計嘅瑞典會保守，但係因為佢有博達，咁應該就唔會守得咁緊要。反為可能真係個思想上面比較保守嘅，可能仲係日本同突尼西亞呢組比較特別啲嘅，即係你問我邊隊首名呢？只係搏睇賽程上面呢，其實最容易攞到首名呢嗰隊呢，可能都仲係荷蘭，因為佢拉士嗰場波對住呢個突尼西亞，佢有權為咗爭個首名去炒，而隔離日本同埋瑞典為保出線資格，係寧願和都唔會同你搏嘅。呢個情況機會出現嘅機會好高但係如果你話唔係，你搏日本仔第一場已經掠低荷蘭，咁日本攞首名機會就好大啦。因為日本只要第一場掠低荷蘭，第二場對突尼西亞攞6分，基本上第3場嘅輸都隨時可能係首名，因為你瑞典都唔一定攞到7分或者6分所以睇下，如果你問我呢，如果你買荷蘭，我就唔建議啦。如果你想冷地搏住日本呢，我都覺得係合理嘅咁相反，可能係成咗一邊火力最強嘅瑞典，你咪搏唔搏得過呢？咁睇下你個諗法啦。因為我自己就對於瑞典個中場線呢，就覺得佢哋都真係有啲弱。咁如果你話下下都靠前場攞住個波自己去呢，咁啊去唔到幾多球嘅啫係嘛去1球冇事，2球冇氣，3球都借啦係嘛？即係咁，同埋都成日都講日本係一個整體性好高嘅球隊。咁荷蘭嗰啲防守力都唔係同你講玩。咁又係咪真係你嗰3個前鋒叫做名氣大啲又可以廿文廿武呢？講白啲，約基利斯如果冇傳送，阿蘭加如果冇空位，再加埋艾石克，如果踢2場傷咗，你都唔係咁叻嘅啫，係咪？嗱，所以你問我呢組呢，我自己睇好日本而荷蘭，我覺得佢哋出到線，但係可能變咗2隊歐洲球隊要爭個次名機會，或者最撚尾可能都係3隊一齊出咯，都唔出奇，有3分就 O K 㗎啦。好啦，咁呢組呢就講到呢為止啦。今晚會出埋個 G 組俾大家嘅最少因為我聽朝都仲要去啲 farm 度睇馬，慢慢啦。總之我翻香港前呢，我就會錄晒咁多組俾大家㗎啦。晏啲再見，拜拜。